Follow 讚好一齊逆襲。第3日心法駁回自我否定。點解你一想行動，腦入邊就會彈一句你憑乜？我以前都係咁，呢啲否定嘅聲音比任何人講嘅嘢都毒。多年後我先至知道，佢哋根本唔係我嘅聲音，係細個被笑、被家人講過嘅說話，失敗嘅累積，最後批評嘅人唔見晒，只係留低批評嘅聲音。我用一個方法叫做頭腦法官，自我否定一出現就即刻反駁佢。用乜嘢反駁？用成功記憶，每日寫3件最少自己做得好嘅小事。當成功嘅記憶多過失敗嘅記憶，嗰把聲自然會收。